朋友，大家好，我是杨伟珍，欢迎再次收看《放眼大台南》的节目。连任期间呢，有着国民姐姐之称的市议员蔡淑慧，基层实力雄厚。她自己本身呢就非常的优秀，因为她拥有呢有关于烹饪方面的证照，可以说是很厉害，因为这是通过国家考试的。今天在节目里面呢，她就要发挥她的专长。制作水果酵素饮，而水果酵素饮的制作呢，其实并不难，只要将10种水果呢先洗净、风干之后呢，你再把它连皮切块放入玻璃瓶里面，加入砂糖，这样子呢放置一段时间就可以了。至于说整个一个详细的过程要怎么做呢？我们一起来看下面的 VCR。大家好，我是咱台南市议员蔡秀慧。我今麦这个所在就是咱安平蜜饯物产馆。等一下我们带各位去参观，在安平蜜饯非常有名，创立于1895年的一个蜜饯馆。等一下我们也会请我们的店长来教我们一下什么叫做水果酵素，如何制作水果酵素，还有水果酵素对我们的人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吃了之后，让我们身体更健康。我们一起进去吧。Hello， 有人在吗？嗨，淑慧，嘉怡姐，你好，好久不见哎。对，好久不见。今天专程要来介绍我们本店最有名的水果酵素。OK 啊，想要拜托我们非常优秀的店长，我们的嘉怡姐来帮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介绍水果酵素怎么制作，水果酵素有什么样的好处。嘉怡姐，带我们一起去吧。OK， 没问题的，赞哦。好，走。来这边，我们现在开始要来制作我们的水果酵素。我已经把我们酵素成分最高的凤梨还有木瓜已经放在瓮里面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有8样水果等着进瓮，然后制作我们的非常营养的水果酵素。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放苹果，对，苹果好，我们放苹果，还有葡萄，好，苹果放进去，排盘排漂亮一点，这个酵素看起来会比较好吃。接下来我们要放葡萄，对，葡萄，这些水果啊都是经过清洗过又烘干过所以才不会。对，不会有水分它才不会发霉哦。对，都产生很多的坏菌。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非常补血的火龙果它本身它里面富含很多的卵子它可以帮助排便哦如果有便秘的问题可以多吃一些我们水果酵素我们也是连皮嘛对，连皮的那接下来是非常酸的柠檬，对，美容圣品柠檬柠檬它也是抗氧化的东西对，放进去。柠檬要多放一些，对，才有味道。对，它的酵素也很多。接下来就是富含丰富的维他命 C 的香吉士。香吉士很漂亮我们切得很漂亮它本身也很口渴那也是抗氧化的水果。好，接下来是大家很喜欢的茄红素、番茄。番茄它也是抗氧化的东西那。所以酵素本身抗氧化的成分很高咯。对，所以每样都是有抗氧化。当然水果它有分第一抗氧化跟第二抗氧化，什么酵素最多？还有就是我们的香蕉。香蕉这个香蕉好吃又便宜，健康又美味。香蕉它本身也有帮助排便的功能所以吃香蕉是很好的。所以店长，我们的水果酵素。事实上是蛮健康、蛮营养的。对，除了抗氧化之外养颜美容整肠那有时候我们排便不顺最后一样是芭乐。芭乐莲柏啦。对，那么给它放进去，等一下就快要完成了哦。好，满满的一瓮，满满的水果。看起来好像还不错。看到我们的10种水果都放进去了嘛？是对，那淑慧我们现在放完之后当然少不了这一包糖。糖是最重要的。
2号砂糖。对，2号砂糖，当然外面也有人放黑糖，那我想说我们放2号砂糖才比较不会抢味道。好，那我们就是我们原则上是1:3的比例那我们就把这1公斤的砂糖全部倒进去，1公斤全部倒进去，对，所以这一整包，对，就整包。那糖分会不会太甜？还好，因为它产生酵素就是要靠这个。那不然我们一般的水果再放常温是没办法放的。它如果没有靠所以没有糖是没有办法产生酵素。对，当然是了一整包放进去。对，水果碰到糖之后糖它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一个场合让它培养酵素菌的场合。好，我们快要完成了哦。这样子要浸泡多久？我们大概前4天的话我们都不开盖我们就是把它盖起来。前4天不开盖。对，前4天都不开盖哦。然后开关是什么时候？开盖的话，第5天它会产生从今天开始它就开始慢慢产生汁液然后最后它会发酵。好，那我们第5天到第15天我们就让它每天开盖一次，摇动一下。是。对那第5天开始开罐摇动一下，直到泡泡消失不见。是，所以泡泡产生就是酵素的产生。对，没错，是，对，那当然我们最后我们做成的就是这个好，我们的成果就是所以我们这一弄出来也会这么红，会这么红，这么漂亮，对可以帮助我们养颜美容，对，健康，干杯，干杯，水果酵素饮赞。不论是水果酵素饮呢，或是水果酒呢，它的制作其实都不难。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你不能够加到任何一滴水，因为如果你加到水呢，一切的气了了，整个都完蛋的泡汤了。当然，我想这个水果酵素饮呢，其实对女性来讲呢，是养颜美容但酵素呢，不只有养颜美容而已，还有很多的功效。想要了解什么功效的话呢，不妨就可以上网去看一看呢。好，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这个手庙天坛大家都知道每年到这个嘉尾最高提供庙生的时阵哇，这个总是有络绎不绝的信徒把这个天公庙挤得水泄不通这个人潮是非常的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随着就是立委林俊宪呢，他要在董事长的带领之下呢，来跟大家了解一下就是有关于天坛里面呢，它究竟有哪一些文物，或者是说天坛它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文物馆呢？各位好朋友，各位乡亲，大家好！来到台南，拢会来拜拜。阮台南的古庙上盖多，尤其你来到市区，就会到忠义路的天公庙，我们的天坛来参拜。今天我就带大家到我们天坛，阮的天公庙来走一走。你好，歹势，多谢你啦！好，你今仔亲身来接待，感谢你，今仔互你来做导游，多谢。阮大家来看一下咱的天坛。足感谢欢迎来天坛。感谢，谢谢。董事长，咱天坛大庙入口遮，哇，这幅图，哇，真好看嘞。这幅图就是台湾非常有名的潘春岩画家伊的后代。潘叶雄伊所画，这个是伊就是完全用迄个雷金为画，真特殊真特殊，非常。大庙入口这个所在叫迄个。所以要来天坛唔通安尼慢慢来行入去。到大门口头抬头看一下，你想要到的所在拢有真济真水真特殊的物件等你慢慢来找找。对，是。这个条件拢非常的水真特殊好慢慢过来，开始过来行。董事长，真济乡亲信徒来咱天坛，来要拜天公对，拢找无咱这个天公的神像咧。神尊嘿。我这听讲有真趣味的一个意义的。我会当你先带我来看卖。我会当委员做一个介绍啦对咱家来讲玉皇是无相的天地有大明而不言，世时有民法而不让，冥冥之中自有主宰，为天为大来介绍是讲天本无相故不造相，所以阮家天公庙只有
用方预防上帝的圣位。我敢若一个圣位，并无神像啦，因为天本来就无像，天本无相，它度不照相，所以有特殊的意义存在。无咱来看到底圣位生了什么款？好，这无神像诶。来，委员我你介绍，咱的天公庙吼的县位吼，就是玉皇上帝的县位所以有一个圣位尔，县位尔，并无新尊啦，吼，就是讲他们吼所讲的天本无相，所以我不照相，这个是代表讲哦天就是非常大，咱是一个崇拜尊敬的心来参拜。伊迄个圣位吼，那边遐个座吼，后边迄个屏风哦，对，种雕刻哦，迄个拢，这个做灯啊，拢水呢，哦，这个看伊个铃啊咧，你这这个拢这个算个非常有名的古迹啦，吼，这无怪吼，哇，所以历任的总统还是迄个老三年吼，拢会来遮参拜参香，市长吼，拢会来遮参拜参香，祈求安尼上帝保庇啦，对啦，国泰平安，国泰平安，事事无灾，对，我这真有意义，真好。好啊，来，非常感谢委员啦。再来看，再来看，好啊，再来看者，来，好，谢谢。来，再来看，来欣赏这幅图，油画啦吼。台湾也是足有名的画家吼，廖武迪伊所画，伊这幅图吼，听伊的叙述就是要画淡水的风景。淡水的风景，或者红楼吼伊啊，红楼伊啊，伊这幅图头尾画20几张，伊当时吼，阮庙人收藏，伊特别精心本来上来遮。当然就是城市博物馆啦，城市博物馆，你世界行吼，都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大家应定爱来台南去，来台南爱来参拜岳父，嘛请大家来天大拜拜。谢谢，感谢。天公伯啊，来保庇，咱呢，互大家国泰民安，事事无灾啊，身体健康，特别平安。感谢你，好，非常感谢，谢谢。台湾的庙宇非常多啊，不只是说神明生日的时候呢，信徒非常的多，更重要的是呢，每到选举的时候，政治人物都会展开这个庙宇之旅啊。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啊，政治人物可以说是从北到南跑透透啊，庙宇之旅啊。接下来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就是有关于市议员蔡小薇啊。蔡小薇呢，给人家的感觉是非常的亲切的。她在健身房健身的情形呢，哇，我们这次去采访的时候啊，去拍摄她健身的情形，其实她本身是有一点这个舞蹈底子的，所以她没有像一般的女孩子第一次去健身房这样子很辛苦，但是也是蛮累的，因为在健身房运动有教练的指导呢，是可以让你身体的曲线达到一个比较完美的状态。可是服务处的人员很可怕，因为他们不只让蔡小薇市议员一边运动，而且还一边来个真心话大考验。一块来看下面的 VCR。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议员蔡小薇。大家看看我身后的器材，就知道我们今天的拍摄不简单了。小薇在工作之余呢，就是来健身房走一走，做运动。今天也带着大家一起来走访我们的健身房，跟着我去运动吧，走。Hello， 教练。嗨，小薇，你好。你好，今天就是由你带领我们一起做运动嘛。那自我介绍一下吧。好，大家好，我是 Tony。那今天很开心，小薇到我的健身房来。那今天就由我来指导小薇跟大家如何做运动喽。好的，教练，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现在的女性啊，其实上班都很累，那她们到健身房来，有没有特别想要做的入门款？比如说腹部、臀部还是曲线呢？我觉得女生们都非常的贪心，大家全部都想要。对，没错。那我就会教可能今天小薇做臀部，那跟我觉得比
较重要的地方，背部，来教大家如何做运动，这样。好啊，那教练我们就走吧。好 ，OK， 来试试看喽。来站起立哦。 OK 让我们在杠正下方。好，直接向后推，然后反手扣住，然后身体先上，先站起来上，对，然后站起来，脚屁股 ，OK， 来屁股往后，手自然落下，身体往前倾哦，然后再上来的时候直接用背来收上来，对，夹 ，OK， 来放，再上5、吸，然后挺胸哦，肩膀收，对，来，夹，吸，有感觉。两个很好，手 OK， 来再来，来最后一下来上 ，OK， 好，来自然落下放，这样站起来，这样就 OK 了，很好。我的背肌练好了。好，这样一次就有成效，真的很棒。那我们教练下一个是哪一个地方呢？下一个是臀部，对，女生最想要的前凸后翘，它就是翘的部分了哈。OK， 那想要跟我一起来练臀部的，大家一起来喽。好，走。教练，你说的就是这一台，那它没错是练什么样哪一块肌肉呢？这个就是让女生们就很想要的，让你的屁股更挺、更翘一点。哦，对，所以我就直接上场喽。 OK， 那我先大概说一下，固定式器材基本上它都可以调它的位置，有些人就坐上去以后就直接好坐了就直接开始做了，有些人在我那边塞半天，这其实是可以打开拉一下就让它开。好，那就先到前面，所以我先 OK， 然后进来，然后坐着。对，然后你的脚跟踩在这地方，好 ，OK， 然后两只都上去了吗？ OK， 好，有，来合起来，合起来 ，OK， 然后再来会有握把固定的身 OK 体不要乱动，然后固定住不要动，然后现在就开始来打开，用力的时候吐气，来开吐，可以越开越好，来再继续，来吸，来上来吐，好来下去吸，好来再3下就可以来上来吐气哦，对，再去吸，来再来。2吐，来下去，来最后一个，来打开吐，来不要动，撑一下，来5秒，4、3、2 ，OK， 好，来下去，慢慢的，好，这样，好，打开，感觉开始发抖，如何啊？这样发抖了？对，那这样代表有训练到啊。谢谢教练。刚刚大家跟着我一起做运动，那小薇特别上来这个有氧教室呢，就是希望透过Tommy教练来教我们一些你在家里没有器材也可以做的运动。那教练今天要教我们哪一种特别的运动，是在家里面可以简单的那我们讲最简单的就是深蹲了，对，因为大家都喜欢在家里面做深蹲，但是对深蹲救台湾最近流传这句话嘛，所以我今天就先以深蹲为主教大家这样子。OK， 现在让我们的小薇来试试看了啊。那一样在做的时候用力的时候吐气，所以站起来的时候吐气下去吸气。好 ，OK 吗？所以脚要跟这个肩膀同宽。脚的话位置可以跟肩同宽，或是再开一点，不要太窄，不然在做的话容易去夹或是伤到膝盖。OK。好，来站稳 ，OK， 来屁股向后推，对，持续向后推，上，再来，上，好 ，OK， 那现在就进入我们的快问快答了哈。今天还有快问快答，对，没错，训练身体的吗？这是他们交代说，可能尽量可以让你蹲久一点，所以题目你可以要回答清楚，那我们听得懂，那就 OK 了哈。第2题，为什么想选议员？因为希望为民服务，监督市政。好，就这样，站起来，很好，很棒。来，再第2个来下，没当议员想当什么？真的啊，真的啊，这个我们可以聊很久了哈。来，你再说一次，没当议员的话想当什么呢？我们的小薇，流浪动物的志工啊，这么有爱心。哎，我以前也想过了，还蛮不错的。好，来第3个。来下，我已经在冒汗。这感觉蛮久的哦，能唱一首最喜欢的歌吗？没有，一句啊，一句。天哪！一句。我已经很久没唱歌了一句。因这边小薇想不出来，只好加速带过。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薇。站起来这样算吗？好，可以。好酸哦。他们有想到你会唱这一首吗？对，有想到最快速的。果然是了解你的人帮你出问题了。目前几公斤？天哪！怎么会问你这种问题啊？谁想的啊？不是我刚题目我也傻眼。50啊，站起来。这种公斤干嘛跟人家讲？为了可信度，我们楼下有体脂器可以量。等一下我们这个私底下。不用了，好 ，OK。有没有一句话想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坐好。希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小薇，让我可以继续担任市议员，跟立委林俊宪一起为地方服务。谢谢大家。好，谢谢小薇，好辛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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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这明天脚就酸了，真的很酸。可能会退，接下来的拜票几天都是这样子。你好，我叫小。所以大家除了到健身房和健身器材来做运动，在家你也可以好好的做，因为我到现在很喘，这个深蹲真的好累，请大家回家自己也练一下吧。谢谢通灵教练，谢谢小薇，谢谢，辛苦你了，拜拜。真心话大考验，工作人员，你够狠！你居然把女性最在乎的秘密讲出来，还好你不是问我，不然我打死你。还好小薇脾气非常的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巴克里纪念公园了解一下为什么会取名叫做巴克里纪念公园，以及巴克里纪念公园呢，它有哪一些生态啊，是你平常所没有注意到的？说真的，如果不是这一次采访呢，我还真的平常不会看到那一些东西呢。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议员蔡小薇，今天要带大家一起来走访我们人口密度最高的，在我们东区的一个台南公园。那这个公园呢，就在我们文化中心正对面，我们的巴克里公园。这个公园是过去民间跟我们公部门一起合作，把废地变成现在美丽的一个公园，它也获得了国际的奖项，这是我们的荣耀。小薇今天带着大家一起走入公园，欣赏我们的一草一木，让大家看到我们原始公园、生态公园是如何保持的，也让大家重新认识巴克里牧师。嗨，欧正公。玉安嘿，我今仔哪有时间来公司？是啊，我今仔就是要来介绍咱的巴克里公园，所以吼我知影欧正公你是管理者吼，你上了解，所以要拜托你吼来给咱导览一下。哦，无问题，无问题，无问题。啊，来咱公园内底吼，咱就首先个先爱来了解咱巴克里牧师吼。咱的巴克里牧师。对，咱巴克里牧师吼，1875年吼，就来到咱台南吼，啊，将近60档的时间拢伫台湾咯。60档。啊，1935年吼，伫咱台南来过身吼。啊，这段时间呢，咱巴克里牧师呢来创办了台湾的第一所的大学，我知。台南神学院。是，无对，无对，无对。啊，过来就是讲，伊有一个，就是讲，伊创办，伊嘛发行了台湾第一份的报纸，就是咱台湾的府城的教会报。所以啊，伊佫甲将英国遐印刷术，吼，啊佫推行咱白话字的运动，吼，这真侪拢会当讲袂了。啊是，另外一方面呢，咱有一个纪念碑，就是咧展馆，就是咱巴克里牧师一个献身文，就是伊甲咱上帝吼来拍的一个契约。啊，这真感心的，就是讲吼，伊这个契约呢，伊为16岁开始，伊就每一单拢伫展馆签名啊。对啊，过来伊结婚了，咱巴克里牧师的夫人嘛继续行共款，两个人做伙签名，一直到对，啊一直教因两个人吼来过身安尼，所以这是一个真令咱甘心的所在啦吼。所以讲，咱巴克里牧师毋那是一个外，虽然他是一个外国人吼，不过应该会当讲是不折不扣咱的台湾人。对，安尼讲的，当然讲。感谢咱正公的介绍，那是不是咱过来继续行入摆咱的公园内底，看咱上水的美貌的生态环境呢？好，来，我来带。好。正公，我们这里面这么多漂亮的树木，我们这么漂亮的公园，是不是也有得过什么样的一个奖项？有啊，其实我们这个公园，像原野奖啊，然后国家卓越建设奖啊，全球卓越建设奖，那个都有，我们都有得过。那全球卓越建设奖，我们还是得到环境类的首奖，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巴克里是一个生态的公园这样子。哦，原来是这样呢。议员，我跟你介绍一下这个孟湖。哦，这个孟湖，相传是在荷兰时代，然后它就是有一个这个水利设施。那直到我们近代哦，就是在台糖的时候，它有第2号、第3号的灌溉池。那我们在联勤总队的那个地图上面，它标示说它就是孟湖，这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名字。哦，原来这个名字是这样由来的。对。那正公，这个是什么东西呀？这个其实就是落羽松它特有的一个形态哈。因为落羽松大概一般来讲都是在湿地沼泽的地方，所以它大部分的根系都是在水里面。那在水里面它怎么呼吸？没办
办法呼吸啊，所以它变成说呢，它就长出这个把根系长出水面了。所以它的这个不是特别把它锯短的，不是，这是它的呼吸根，它是出来可以呼吸的。对，你看它有没有像我们的卡塔乌？有，所以又叫膝盖的膝根，或者是呼吸根都可以。对。原来是这样。哎，对。谢谢欧真公今天的介绍，让我看到我们在东区这么嘈杂的都会区里面，还有一处这么悠闲，让大家可以来休憩的巴克里公园。那欧真公这边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也来宣导一下的？我还是欢迎大家来多来巴克里公园来做一趟知性之旅啦。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我要做一个政策宣导，就是说希望大家进公园的时候不要骑摩托车进来，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不要野放，还有种植其他的外来种的动物还有植物这样子。好，谢谢。正公说的没错哈，我相信我们这样原始的一个生态的公园呢，就是靠着我们的民众，还有我们公部门大家齐心合作，我们才可以永续我们公园的美貌，让大家继续来这边来运动休憩。那小薇在这边也欢迎大家，未来东区如果有进来东区，一定要来我们这里哦，巴克里公园，欢迎大家来这里走一走。希望电视机前面所有的观众朋友，不论说是到哪一个公园去休憩、去游玩，都希望呢您遵守公园里面应该遵守的规则，把它当成说是自己家一样不要说乱丢垃圾啦，或者是说人家说不应该遛狗的，你就不要去遛狗。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爱护这个公园。感谢收看《放眼大台南》节目，我是梁伟珍，再会。